目前伫咧台湾的查甫移工大概是有39万人，多数拢是真少年落来到台湾。不过因伫咧台湾做工课，嘛是会有家庭甲感情的需求。不过若是有心，有可能会面对着头家要甲因私头路、无所在泰山的状况。为着互大众了解移工妈妈的困境，民间团体是专工拍一个纪录片，咱做伙来看。 Kalau ini sama sama emak sama kakek nanti cuman buat mama ya bilang sama nanti mama cepat pulang. 纪录片内底，移工哪流目屎，哪甲囡仔揽条条对伊讲话。移工妈妈伫台湾甲囡仔生落来，上在会拄着爱做工课，佮爱照顾囡仔的问题。真侪移工为着工课，会选择甲囡仔送回去故乡。 关心移工权益的桃园市军种服务协会就表示，即卖女性移工若是伫台湾有心，上在会面临互雇主开除的状况，这可能造成移工无所在待产。他的劳动力贡献给台湾的时间，他其实也有家庭的需求、感情的需求，所以他们是一定会面对生育的问题、养育小孩子的问题。那我们怎么有社会的共识，可以更了解我们移工的处境？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只是劳动力，也是人的这样来看待？目前 台湾外籍移工总数超过80万人，其中女性移工就占大约39万人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其实移工伫台湾是受到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保障，因伫台湾生产是合法的。另外，纪录片导演也表示，希望透过记录移工妈妈的故事，让民众了解女性移工勇敢的一面。 怀孕的女性移工妈妈，然后她们其实生下小孩过后，最后都要面临一个跟小孩就是离别或是一起回去的选择。然后这个选择不是只有短短的可能在台湾这样想好怎么样就好，他们的选择都是跨海的那种。 为着要让民众做伙来关心移工议题，桃园市军种服务协会特别翕移工妈妈的纪录片《办理故事展览》，对19开始展出到21，现场有记录10个女性移工的生命故事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民众了解女性移工伫台湾生育会面临的困境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